使徒行传第7章，大祭司问司提反讲：真经有这个事吗？司提反应讲：各位父老兄弟，请听我讲，我哋嘅祖先亞伯拉罕係在米索不達米亞，含望西去哈蘭迄個時，勇敢嘅上帝對佢顯現，老佢講：你愛離開你嘅故鄉，老親族，到我所愛指示你去嘅地方。安樣，亞伯拉罕就離開加勒底人嘅所在，去迄在哈蘭。假把死體以後，上帝喊佢使到這位來，就是你哋留下所吃嘅所菜。這時，上帝還忙書記物嘅產業，連起腳嘅所菜咩冇，總係上帝應許愛輸了的土地本佢，做佢留後代嘅產業。雖然這時佢還忙有賴嘅，上帝留佢安樣講：你嘅後代會吃在外國。才佢為做奴才，數糟蹋400年，總係使佢哋做奴才嘅國家為本愛執法，以後佢哋會離開嘅所在，來這位服侍愛。上帝就留亞伯拉罕立約，用割禮做記號，因為安樣，亞伯拉罕將以撒以後，第8日就留佢行割禮，照樣以撒留雅各行割禮。雅各留四面嘅族長行割禮，這條族長嫉妒約瑟，將佢賣到埃及去，總係上帝同佢共下，救佢脫離一切嘅災難。佢企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嘅時，上帝賜佢恩典和智慧，法老設立佢做國家嘅宰相，和王宮嘅總管。無幾久後，埃及和迦南全體遇到嚴重嘅天旱，生活非常艱難。我哋嘅祖先也冇乜嘅糧食。雅各聽講埃及有糧食，就喊佢嗰條拉嘢，就係我哋嘅祖先去嘅位，也係第1擺。第2擺佢條去嘅時，約瑟和佢嗰條兄弟相認，法老正認識約瑟嘅部下人。約瑟派人去見家爸雅各，請佢帶領全家到埃及來，攏總有75歲。雅各就南下到埃及，佢留其他嘅祖先死在嗰位，佢哋嘅遺體本人送到示劍，葬在亞伯拉罕用錢對哈密嘅子孫買來嘅墳墓地拜。上帝用亞伯拉罕所應許嘅時間來到以前，以色列族在埃及嘅人數已經增加1000多，直到有一個完全唔識約瑟嘅王開始統治埃及。這王用詭計對付我哋嘅同胞，苦毒我哋嘅祖先，強迫佢哋廢棄佢哋嘅惡愛，唔本惡愛生存。就在這時，摩西出世，佢生到親敵人下，在家爸嘅屋下養育3個月。佢本人廢棄嘅時，法老嘅魔嘢染來，南轉去做自家嘅拉嘢。摩西就接受埃及一切嘅教育，親有口才和辦事嘅能力。摩西40歲嘅時節，上愛去看以色列同胞嘅情形，佢看到一個同胞被埃及人欺負，就進前保護佢，為佢伸冤，將個埃及人處死。佢認為同胞會明白上帝愛用佢來救佢哋，沒想到佢哋卻唔會了解。第2日，佢看到2個以色列人相打，佢想愛調解，就勸佢哋講：你哋係自家人，做乜嘅彼此欺負呢？佢欺負同胞嘅將摩西送走，講：萬人設立你做我哋嘅領袖，然後判官呢？你也愛慈愛。像草本人持嘅埃及人同樣係冇。摩西聽到這個話，就逃走，離開埃及，去簽事係在米甸，在嗰位，佢將2個拉嘢。40年後，在西奈山附近嘅曠野，有一個天使在那樹嘅火焰中對摩西顯現。摩西看到這異象，心中非常奇怪，就向前去。
想爱看到底发生乜嘅事情。这时，佢听到主嘅声讲：我是也祖先嘅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上帝。摩西见到逼逼柒，唔敢看。主又老佢讲：脱下你嘅鞋，因为你所去嘅所在係身體。我嘅子民在埃及所受嘅苦難，我要看到清清楚楚。我也要聽到佢哋嘅嘆息。我下來就是愛救佢哋。來，我派你去埃及。這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希切，本人講。萬人實立你做我哋嘅領袖，老判官呢？通過在歷史中顯現嘅天使，上帝派佢做領袖，做拯救者。佢帶領人民出埃及，佢在埃及，在紅海，留在曠野嘅40年間，行千多神蹟奇事，就是這個摩西老以色列人講，上帝愛對你哋嘅同胞中間。為你哋興起一個先知，像佢興起我一樣，就是佢在曠野同以色列會眾共下神法，佢同在西奈山老佢講話嘅天使，並我哋嘅祖先共下，佢梁屬上帝永生嘅道理，將這道理傳俾我哋。總係我哋嘅祖先唔肯聽從佢，反轉希切佢，心肝想念埃及。佢哋對亞倫講：對我哋錯掉生命來帶領我哋，因為帶我哋出埃及嘅記載摩西，我哋唔知佢做到乜嘅事情。這時，佢哋就築錯一隻細牛誒，對兩偶像獻祭，為自家嘅手所做嘅東西歡喜慶祝。上帝就轉身唔答佢哋，又差佢哋去拜天堂嘅神神。像先知書所講，以色列人啊，在曠野嘅40年，你哋並無獻乜嘅神兒，也係禮物本愛。你哋講定摩洛神嘅帳篷，又講定利凡神嘅神像，就是你哋做來拜嘅偶像。所以，我要將你哋帶到巴比倫外邦去。我哋嘅祖先在曠野。又表示上帝臨在嘅聖帳篷，地拜並約櫃。上帝吩咐摩西，照佢所指示嘅模型做嘅。後來，我哋嘅祖先繼承了聖帳篷，上帝在佢哋面前救走外邦人，佔領嘅土地嘅時，約書亞老佢哋將了聖帳篷徙去嘅位，出到大衛嘅時代。大衛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佢就求上帝准佢為佢，就是雅各嘅上帝起一座聖殿。總係後來為上帝起聖殿嘅係所羅門。其實自國嘅上帝並唔係黑山人所起嘅聖殿，像先知所講，主講天係我嘅寶座，地係我嘅塔殿。你哋愛為我起哪種嘅聖殿呢？乃為愛做我休息嘅所在呢？呢一切，甲唔係我親手創造嘅嗎？你也都硬頸嘅人啊，心肝硬，耳公舌等，唔肯聽上帝嘅話，你哋老你哋嘅祖先窮樣，一直同聖靈作對。那個先知唔是受到你哋祖先嘅迫害呢？嗰條先知宣布講。嘅公義嘅僕人而來，你哋嘅祖先殺將佢哋刺殺，然下你哋又出賣了僕人，殺害佢。你哋係承接上帝法律嘅人，呢法律係天使傳下來嘅，總係你哋唔肯遵守法律。眾議員聽了司提反這條話，看到咬牙切齒，總係司提反本聖靈充滿，我頭望天。看到上帝嘅榮光，又看到耶穌企在上帝嘅右邊，就講：我看到天開了，人子企在上帝嘅右邊。佢哋就太上險，用手掩耳講，跪下為上去，作司提反，將佢送到山外，用石頭揼佢。佢哋真人將自家嘅外衫交俾一個名叫掃羅嘅青年，裝訂。
记到得等杀头嘅时，史蒂芬太上对主求讲：主耶稣啊，求你接纳我嘅灵魂。佢又跪下来，太上喊讲：主啊，唔好将我嘅罪归本记掉。佢讲说就死脱。